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an 宋先生。今次嚟介紹呢個嘅北角海旋，呢度呢係3座嘅高層 B 室單位，3房套連工人房嘅，向北可以望到啟德郵輪碼頭同埋體育園。呢個單位係大業主嘅租盤，我哋先參觀喺呢度先。呢個廚房設備齊全，中西式嘅設備非常之方便，有烤爐啦，有中式嘅明火煮食嘅爐頭，亦都有紅酒櫃、蒸爐啦、電磁爐啦、雪櫃啦，仲有一個嘅洗碗碟機添。海旋顧名思義係豪華嘅住宅啦，佢嘅主人房可以放到一個 king size 嘅床，3邊落床，非常之開揚。而佢嘅浴室亦都有地暖嘅設計，冬天亦都非常之窩心，唔使驚冷親啦。我哋參觀完呢個有家私嘅單位，而大業主亦都有啲有家私或者冇家私嘅單位供應選擇。海旋呢度嘅會所亦都非常設備齊全，有室內外泳池啦、燒烤場、gym room， 亦都有餐廳添，1、2期可以共用嘅。海旋呢度往來中環都非常交通方便。我哋今次介紹呢個單位差唔多啦，如果中意我嘅介紹或者想入睇樓，隨時聯絡我宋先生，電話61022212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